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Glorify Channel。無論你係準備餵人奶定係餵緊人奶，覺得有啲沮喪或者懷疑都好，呢條影片或者可以帶俾你希望，因為我都係一個平凡又全職嘅媽媽，我能夠喺輪班工作當中都可以餵到3年人奶，相信你都一定能夠做到。餵人奶嘅時候，小朋友咧真係可以話係冇病過。就算咧有一兩聲打一次都好啦，飲完人奶之後咧都會好快咁好返，完全唔需要食藥。唔單止咧對 BB 好，對媽媽咧都有好處嘅喎。我自己咧患咗30年濕疹，試過中醫、西醫、自然療法，乜嘢都試過晒，但係咧都搞到全身紅晒啦，冇一忽好肉啦。甚至乎咧，好似人哋銀屑病咁樣不停地甩皮，直至到咧陀 BB 開始，一路去到餵完人奶之後，竟然咧喺餵人奶嘅時候有意外嘅收穫，就係將我30年嘅濕疹咧，竟然可以醫好到90%。睇翻咧呢一個真係一個神蹟嚟嘅。不過有關濕疹個 part 咧，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。今集咧先分享咗呢幾年餵人奶嘅心得先，希望幫大家了解更多，令到呢一條人奶路可以行得更加順暢。首先講下頭3日先啦。頭一晚日啱啱生完小朋友，人奶嘅量真係好少，少到幾秒，好辛苦咁樣知道幾毫升嘅母乳，如果唔小心倒瀉咗嘅話，就真係會激到爆炸，想殺人咁滯。到咗第3日嘅時候就係上奶嘅日子，但係要好多時未上到奶嘅時候，個胸谷度痛到好似石頭一樣咁硬，就算隻手點樣去擠都好似擠唔出嚟，嗰一刻一定好想放棄。不過呢一種辛苦嘅感覺簡直會令到自己瞓唔着，一定要將所有嘅母乳擠出嚟為止。我就試過一個咁嘅經歷，最終呢就靠奶泵啦、人手啦，用盡所有嘅方法都要擠出嚟。最緊要嘅就係千祈唔好令到嗰啲乳腺塞，因為呢乳腺塞咗嘅時候就會好痛苦同埋發炎。我有個朋友就試過塞到流血啦，變咗士多啤梨奶啊，即係充滿住血嘅奶。不過呢，其實 BB 亦都唔會去介意，就算佢係飲白色嘅奶又好，士多啤梨奶都好，佢飲奶就係為咗生存，佢唔會介意嗰啲味，但係有少少血腥味，佢只係知道媽媽送俾佢啲禮物，佢會照單全收。接住落嚟同大家講一個理論，講咗呢個理論之後，大家就會明白餵人奶嘅原理，同埋亦都係我哋繼續堅持落去嘅原因。呢個理論叫做 demand and supply。BB 有幾多 demand，媽媽就要幾多 supply。如果呢媽媽係唔夠人奶嘅話呢，人類就會絕種。呢個理論係啱嘅，因為呢啲係天然嘅嘢。人類冇絕種就因為供應係會源源不絕，只係我哋知唔知道個方法係點樣。透過呢個理論，即係話俾我哋聽，越努力去刺激 BB，越努力去啜，媽媽呢就會源源不絕咁樣提高，唔會出現一個唔夠嘅情況。我自己都係有2個仔，一個餵到1歲，另外一個餵到2歲，都係佢哋自然全奶為止。但係我係一個返工嘅媽媽，仲需要輪班工作添。所以呢，接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 keep 住個奶量。第一個 tips 就係積少成多。我哋返工一定忙到冇時間去泵奶。我嘅策略呢，就係返工之前泵，返工嘅時候泵，放工之後又泵，返到屋企就更加要買新餵。呢個積少成多嘅理論呢，
儲下儲下，一定咧會儲夠足夠嘅奶量俾 BB。每一次就算係泵足30-40秒都好啦，都堅持去泵。就係咁樣，我兩個仔咧，從來都冇食過奶粉，完全係靠全人奶去支撐住佢哋嘅成長。第二樣就係夜奶。當我哋咧返到屋企夜晚嘅時候，一定咧要埋身餵夜奶。就算幾眼瞓都好啦，都唔需要咧去介意食夜奶，因為咧實際上食夜奶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分泌一種荷爾蒙，令到媽媽咧好快就可以再瞓返。我自己咧就係由2-3個月開始，BB 咧已經喺側邊嗰度瞓住嚟餵，我有我瞓，佢有佢食，就係因為食夜奶咧，亦都可以刺激我哋嘅身體製造更多嘅人奶。事實上咧，當你餵人奶餵順咗嘅時候，你根本就唔需要停止落嚟，就算餵到佢3歲、5歲、10歲都係一樣。如果你真係想堅持咁樣去餵人奶嘅話咧，其實仲有啲 tips 可以俾大家。第一咧就係要贏在起跑線，即係話咧喺 BB 未出世之前咧已經有充足嘅準備，包括按摩啦、買定啲奶泵啦、學定擠奶嘅手勢啦，仲有點樣去冷敷熱敷啦，呢啲技巧全部都要喺我哋生仔之前已經要學定，咁樣到我哋生咗仔之後咧就可以容易啲去 pick up，同埋冇咁 panic 啦。第二就係揾啲輔助品嚟幫你。事實上呢，市面上有好多嘅唔同嘅產品啦，其中一個咧就係卵磷脂。卵磷脂咧可以買定放喺門口，看門口，因為咧當我哋驚乳腺塞嘅時候咧，就快啲去食卵磷脂，等啲奶能夠稀啲，唔會咁容易去塞。另外有啲食物都係要避免嘅，譬如係好豐富嘅膠質嗰啲花膠啦，我哋盡量避免，唔好食得太多。其次就係飲多啲水同埋炒米茶。我自己咧就飲炒米茶飲到差唔多飲咗1年啦，因為炒米茶可以保持住個奶量，同埋可以令到個身體 keep 住去調理得好啲。最後咧都係要提翻嗰個 demand and supply 嘅理論。當我哋咧去記住呢個 demand and supply 嘅理論咧，就唔會再驚唔夠奶。而且咧最關鍵、最具挑戰性嘅時刻咧，一定係坐完月返工嘅嗰段時間。因為咧我哋啱啱返工嘅時候，嗰個心理壓力好大，亦都唔想離開 BB。但係無奈地，我哋又要掛住工作，冇咁多時間去泵奶。就因為係咁樣樣，所以咧我哋喺返工之前一定要準備晒奶泵，安排定啲時間，唔好俾人阻止到你餵人奶嘅天職。我相信咧有充足嘅準備咧，自然就會事半功倍。祝各位媽媽餵奶成功，養到你哋嘅 BB 肥肥白白。拜拜。